表演开始。首先上场的是美国科技大学泳英二队，还有海军陆战队岳二队。美国科技大學嘅泳兒二隊係後批軍官訓練團 ROTC 嘅一支後生嘅學生嘅二隊，主要負責各隊典禮，還有發通嘅二隊表演，接上參加各項發通嘅比賽嘅開場嘅表演，展現出幹道性嘅堅強不怕。雖然呢，未啲千無限嘅課業以外，投入太多嘅時間進行訓練同演出，為學校度還有學校我輩嘅發通增加咧千度嘅光彩。還有我哋嘅8人自行車隊，由台灣自行車有限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理事長對200名提出參加6隊運動會開幕典禮，用8力還有創意百出，60一輛嘅數字。跳下來慶祝6隊運動會60嘅源源滿滿，掌聲歡迎他們送上分享一點。大武山神山雄鹰在台湾族及卢凯族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说中，主人长年后将化为百步蛇，而百步蛇年老后则会化回雄鹰，意喻着延绵不绝，无时无刻都能传承守护族人。雄鹰的飞翔是坚韧不拔的精神展现，更是对未来的期许。在风雨中无畏前行，在烈日下翱翔天际，提醒着族人无论在何方，都要记得自己的根。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及选手们，请起立，请接受雄鹰队及陆战乐队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复位。首先为各位嘉宾带来的是静态枪法，完美的默契，统一的枪影，正象征着雄鹰一队顶天立地、不惧风雨、飒爽英姿的倒立之志。且又能以骁勇善战的姿态克服一切困难挑战。今天非常开心来到2025第60届6队运动会，看到现场有许多的选手们精神抖擞、热血澎湃，为内埔乡增添青春洋溢的气息。接下来是转向的操演。来宾及选手们，请掌声鼓励。接下来将由雄鹰一队为大家带来一场活泼澎湃的开场表演，为今天盛会点燃能量。美和科技大学雄鹰一队成立于民国112年，是一支年轻的学生女队。我们以雄鹰为名，击球队员勇敢、坚韧、积极面对生命挑战。
似雄鹰般坚持信念，不畏艰难，誓死护国护民。雄鹰永不停止飞翔。作为一项传承已久的盛事，将我们呈现出一场场激烈的比赛。我们期盼每位运动员都能全力以赴，展现出最好的自我。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起心落命。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火大。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要讨我的爱，好大你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送温暖，其实我拢知。地区的重要体育盛事，今年适逢第60届，象征着六堆地区发展重要的里程碑。此次活动，我们不仅凝聚六堆各地的情谊，更进一步推广客家文化，期盼六堆精神代代相传。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来自各乡区的选手们将多项的项目竞赛中展现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我们期盼每位选手都能秉持友情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发挥出最佳水平，为自己的乡区争光。这里买醉比家乡贵，把握机会贵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尽管放松，别的意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该 play hard， 我都这样过。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一人把它高分配，团结的氛围我来准备。我在忙碌中找机会，有梦里头现才有感觉。你说快乐要寻走背离，干掉烦恼，有时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脚台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目标。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关晓生文武兼备，动静皆宜。一队可以雄壮威武，也可以活力动感，这就是美和 ROTC 的年轻活力。我们以活泼的舞步融合勇猛刚强的枪法，展现出关晓生的坚毅和灵活，发挥出无限的青春活泼。把热情全都释放，今日的我没有家，今晚我将要奔放，如此动人的时刻，咱们向星星闪亮。找寻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彻底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能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快步调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逮到机会之后放到船才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好有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去烦恼忧愁。从这而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那么问他找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今天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盛会，每一位运动员都将自己的目标奋战。我们相信他们必定能突破自我，让我们一起见证精彩的瞬间。我们的努力，相信您看见，克服困难，成就非凡，是我们不变的信念。精益求精，追求第一，是我们努力不懈的目标。也祝福选手们能充分发挥，拿出最好的表现。无论胜败，都是自己的极限与挑战。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及选手们，请起立！再次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请复位。大家做嚟看到吼，有帮你吃行茶好，摆出一个刘师嘅一个使用吼，每位祝福我哋替刘师嘅刘队运动会圆满顺利，再拜感谢伊呢。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最精彩嘅开场表演吼，也下呢为来欢迎嘅恁嘅下几股文化艺术团，因为呢结合嘅传统同创新嘅表演艺术团体。什么发扬客家文化、韩国流队精神，用鼓舞蹈、韩国企业艺术，搭配专业的编排、韩国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展现我哋客家的文化内涵、韩国精彩的表演。因为呢，要加上许多邀请喺全国大型的活动当中来表演哦。係推廣客家文化嘅重要表演團體。今日呢，因為會帶來精彩嘅開幕表演，也把演出呢特別邀請到彩鐵女僕貴少、女僕貴族、韓國美國科技大學嘅學生嘅共下來演出，由藝術總監李永鳳先生、韓國編舞先生王依婷所指導嘅演出。接下來呢，我會邀請我哋現場所有嘅總管貴賓、韓國鄉親朋友，我哋向下來掌聲歡迎下幾股文化藝術團。歡迎。文化信仰沙石工来感染我哋六队客家先民回山打牙嘅辛苦。进六队，哈哈哈打你，进六队。哈哈哈！打你！1、2、3、4、5、6，六隊客家世界用。1、2、3、4、5、6，六隊
队客家世界勇，前队前队，黑道黑道，后队后队，黑道黑道，走队走队，黑道黑道，右队右队，黑道黑道，中队中队，黑道黑道，先锋队有，连麦注重天，梦梦注重年，爱黑六队人，四队客家人。大家看到天一团综艺参加六队客家世界勇，六队总勇功系六队客家综艺精神的信仰，为大家带来嘅六队客家战舞，同时来感染客家鲜明嘅丰田气息，让有言文艺嘅六队。表演团队呢，由 TPA 有请到我哋女仆贵族韩国美国国太好嘅风尚呢，冲下来演出哈，我哋希唔希本我哋正正嘅声音嚟咧送上好冇？上会。文化，拿民风的色彩，代表当年汹涌的客家精神。他都演员的办法，象征团结野蛮的六队精神。从沈阳行江西门龙，一生一生安慰着，一阵清风来门外。 团圆
用最热情的掌声，感谢下这个文化艺术团。2025第60届6队运动会开幕典礼，要请现场的各位嘉宾，还有各县市的运动员，同我们共下来倒算5秒。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倒数计时5秒钟。 5、4、3、2、1。 2025第60届6队运动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走我！有请主席出礼，请太妃主席内浦乡总天镇乡长邱主席台嘅位，运动员入场。 首先分享的是中林村内田沙旗内田社区振兴民俗协进会义亭村照顾关怀据点，振兴民俗协进会义亭村照顾关怀据点。主委沙旗竹围社区龙潭沙旗龙潭社区丰田沙旗丰田社区内埔乡公所志工队内埔乡公所志工队。 我们请台上的贵宾大家企起来，欢迎所有的运动员入场。我们也请台上所有贵宾一起起立，欢迎今天所有的运动员即将进场。接下来欢迎高雄市旗山区广福沙旗发展协会、高雄市旗山区广福社区发展协会，还有屏东县李港乡 五乐沙旗发展协会、屏东县李港乡五乐社区发展协会。接下来继续欢迎的是台北市6队客家会、台北市6队客家会，还有欢迎的是新北市客家社团理事协会、新北市客家社团理事协会。接下来是花莲县凤林镇。 花莲县凤林镇、花莲县玉里镇、花莲县玉里镇。好，对党员的所在来欢迎佢哋。接下来欢迎入场嘅未强用党员呢，台东县鹿野乡、台东县鹿野乡，还有台东县关山镇、台东县关山镇、台东县慈松乡、台东县池上乡。 台东县6队同乡会，台东县6队同乡会。好，欢迎台东嘅乡亲。接下来呢，我哋欢迎苗栗嘅乡亲。首先欢迎嘅係苗栗县太湖乡、苗栗县大湖乡。继续还会欢迎嘅係苗栗县三义乡、苗栗县三义乡。我哋欢迎苗栗嘅乡亲朋友。欢迎。 接下來係我哋新竹縣嘅鄉親，太愛31年新竹縣北埔峨眉寶山鄉，大愛三結義新竹縣北埔峨眉寶山鄉。唔了聽那邊，揮揮手，揮揮手，耶，歡迎到。好，接下來入場嘅係6隊綜藝刺激6隊綜藝聯盟。 我们欢迎6队综艺慈济6队综艺联盟，歡迎，揮揮手呀！哦，看天看到。哦，精神哦！好，接下來呢，繼續來
来欢迎的是俺的黎明Saki 黎明社区，韩国内埔乡东宁Saki 发展协会，内埔乡东宁社区发展协会，韩国为欢迎的是公的都对龙泉村，你说的都对，龙泉村。韩国呢还有爱疗Saki 爱疗社区。韩国还有健兴Saki 健兴社区，欢迎！欢迎你哋！接下来是铁雄1号队、铁雄1号队，还有干螃下队、干螃下队，还有龟埔锅盖队、普罗锅盖队，还有布鲁木车队、乌鲁木齐队，一点都来自火影Saki，他们都来自核心社区。欢迎，好，三下来我哋入场嘅係正豐Saki發展協會正豐社區發展協會，還有米佛福德村美和福德隊，還有南北Saki董事村南北社區董事村，還有青幸福嘅幸福新南幸福新南，還有快樂隊太新村大新村，看到咧。好，繼續呢，我來歡迎嘅係屏東縣雷義鄉，屏東縣來義鄉，韓國屏東縣太武鄉，屏東縣太武鄉，還有屏東縣馬家鄉，屏東縣馬家鄉，以及屏東縣三地門鄉，屏東縣三地門鄉，眾上歡迎！歡迎歡迎！接下來係我哋嘅客家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哦，今晡日咧，主委顧秀飛主委沒有來到現場，客家委員會還有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還有帶領各處室以及嘅主幹共下來參加。我哋嘅客家委員會咧係全球唯一中央級客家事務專職嘅主管機關，由振興客家語言文化來做使命，建構快樂、自信、有尊嚴嘅客家認同來做信念。打造我哋台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還有交流中心來做目標，成立起來當即刻來推展客家嘅事務，帶領客家文化發光發熱，同客家的台灣多元促權度，成為做唔得少嘅重要 TV 歡迎呢！眾上歡迎客家委員會！歡迎！當地人士好，哦！我哋嘅太師兄妹來到現場啦！哇，眾上歡迎客家委員會！好，同時你來歡迎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屏東鄉前希望城市的屏東縣NT 嘅吳縣長、謝某縣長、朱春米縣長帶領之下呢，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未堅持促權主流化，共下來到現場。好，歡迎！繼續呢，來歡迎嘅係我哋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哇，今日好，由我哋嘅總議委員用水下好所帶領，我哋高雄市政府呢客家事務委員會哈，一次以來呢，提三萬推動高雄嘅客家事務，韓國呢發展客種嘅建設，帶動呢客種環境嘅營造。同時呢，沒有哈，大家呢共下來共下嘅一個友善環境哈，大家共下來發揚客家文化，為客家加油！我哋再拜眾上歡迎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歡迎！哦，當地人士哦。好，接下來係優隊美濃旗。歡迎美濃旗人美青濃，係個風景清江，韓國人文地區嘅客家氣樂，同時呢，有當道嘅客家農特產，像係蘿蔔咧，還有 tomato， 還有美濃嘅板條，還有美濃嘅油脂仔，韓國鄉鎮吉祥圓滿福氣年年，歡迎記得。歡迎！歡迎！好，接下來也係看到入場嘅係。高雄市三亞區公所歡迎，哇！今日佢用看到有安江嘅葵花衝熱頭，佢用安江我哋天天嚟入場，歡迎佢哋。好，接下來呢，我哋歡迎嘅係
六队甲先期，哇，俺哋甲先其实山明水秀有几多丰富嘅体产哈，像系梅啊、布诶、马祖水也都哈，另外呢还有几多有名嘅景点哈，像系甲先清水公园、甲先庙嘅风采比，韩国呢俺哋嘅甲先期大家呢展现俺哋六队客家团结、百灵一起，传承客家硬强嘅精神。欢迎。沙下来係我哋嘅優隊優貴旗。好，同樣要帶點講講嘅人過嚟到現場了。哇，哎呀，你貴咧，呢些就係動貼片，韓國咧佢哋有個超豐富嘅自然生態，還有景觀，有18羅漢山景觀區，有貴嘅老街，還有池田屋，然後哎呀，東島東江嘅所在，等等大家共下來搞了哦，歡迎。歡迎。哇，佢們仲要做到呢水風色嘅暗江嘛。好，接下來入場嘅係高樹鄉公所，今日哎呀鄉長梁振漢沒有來到現場。哎呀，高樹鄉呢係水源保護區，還有呀青山島嘅水源種出嚟青山島嘅果子，尤其係呀棗誒、烏誒，還有黃梨，最近係呀高雄嘅青鐵片嘅蔬菜，屏東縣青鐵片嘅蔬菜，歡迎佢哋。歡迎。歡迎我哋嘅高樹鄉。三下來呢，我用熱情嘅掌聲來歡迎先鋒隊萬萬鄉。哇！大家看到我哋萬萬鄉嘅鄉親哈，大家呢鄉下來到我哋嘅比賽了。同時呢，每同大家小結好，我哋嘅萬萬鄉有4個哈，大家呢有機會都做定來到我哋嘅萬萬鄉來欣賞看下我哋菜地嘅美食體系哈，最有名嘅就係豬腳、豬卡。做的一個啦啦隊嘅上副好啊，會有熱情咯，好，再拜歡迎萬萬鄉公所。那下來係我哋嘅前隊從志雄。從志雄呢，保存咧客家嘅綠隊文化，像係綠隊嘅抗戰紀念公園，還有竹葉林、石獅谷愛門、下灘水都。私營一條位置，配合火燒莊文化資產嘅特色，同客家嘅貨房再利用結合嘅各色器營造嘅地方特色，還有咧用呀自然茶、骨拖茶湯，還有結合嘅農業來打造呀青鐵片嘅素菜。歡迎從志雄公所，歡迎。好，接下來準備要嚟入場嘅係竹田鄉公所，今日咧竹田鄉公所咧，佢哋係啲啊屏東縣中央嘅委員，算係綠隊新義鄉區嘅總隊，鄉度咧有15隻總頭，係11隻係客家莊，客家嘅人口咧佔咧75%，算係農村型嘅鄉鎮，農作物咧有檳榔，還有檸檬、香蕉一條，非常嘅貼片。鄉度咧最有名嘅所在咧就係綠隊忠義祠。客家文化中心、西市嘅文筆亭、竹田火車頭，還有海洋公園，歡迎佢哋。歡迎。哦，接下來呢，我哋繼續歡迎嘅係我哋前隊連樂鄉，歡迎我哋連樂鄉一層。同大家呢來小結我哋嘅連樂鄉哈，係我哋六隊嘅前隊，哇，我哋菜地嘅居民哈有87%以上呢都係客家人哦，係我哋全縣客家人口比例最高嘅鄉鎮哈。香港呢，我哋所有嘅運動員哈，大家呢每個3萬嚟參加我哋嘅六隊運動會哈。我
说呢，为欢迎俺哋现场所有嘅好朋友哈，尤其比每组的来到俺哋嘅联络友，再拜欢迎。一下呢边请因所有嘅运动员呢，向人哋嘅左手片、右手片呢个晒下变顺意思咧，等下呢入场嘅水可能會無啦邊嘅，故所咧麻煩大家，還個企嘅咧騎太企嘅鄉親朋友，然後企嘅騎下底意思咧，後尾嘅一樣機咧，當特別到舞台當方嘅情形，麻煩大家送大家多車咧。三下來去我哋作對成鼻向。新鼻鄉咧，佢哋咩咩眾多嘅好食嘅果子，有火龍果，還有黃梨、木瓜、盤筍，都挺有名嘅。還個咧，除咗有呀好食嘅果子以外咧，還有呀歷史悠久嘅建功洞，還有東插門打鐵嘅天后宮，生態豐富嘅建功山呐、清水公園，還有延期用實體來做保育類目標，歡迎佢哋入場。歡迎。好，家下小記嘅係新鼻鄉公所，聽電我哋小記嘅係嘉東鄉公所。哎呀，嘉東鄉係嚟綠隊地擺度唯一挖海嘅鄉鎮，做對嘉東鄉。還個咧，嘉東鄉有牛嘅歷史底蘊，還有眾多嘅古蹟，還有歷史嘅建築，像係呀小木嘅老屋，還有西插門、富業樓、金絲亭。中木嘅松樓，還有楊木嘅宗祠，還有小木嘅楊樓，也有嘅所在咧都親有嘅歷史嘅古蹟，還有歷史嘅建築，歡迎佢哋。一下看到我哋嘅新鼻鄉，韓國嘉東鄉，家下呢來到我哋嘅非常好，我哋新鼻鄉、嘉東鄉都係我哋屬於我哋六隊嘅組隊哈。哇！今年呢，我哋幾多嘅我哋鄉民哈，向下來參加我哋嘅六隊運動會，我哋係咪係在1月7週3，歡迎我哋組隊嘅新鼻鄉、韓國嘉東鄉。歡迎。接下來，我會邀請我哋現場所有嘅中國貴賓、韓國鄉親朋友，我哋用最熱情嘅掌聲來歡迎我哋嘅體組隊，就係入嚟嘅主辦單位校隊女僕鄉。歡迎你哋！耶！熱情掌聲歡迎我哋皮東嘅女僕鄉。哇！大家都按有熱情哈，來到我哋嘅會場哈。今年呢係我哋嘅體組隊哈，歡迎我哋現場所有嘅鄉親朋友向下來參加2025第60屆六隊運動會，再把熱情掌聲歡迎女僕鄉，歡迎一點。好，哇！我哋嘅所有嘅都來到係現場哈，接下來呢，我哋呢每位把時間哈來交換我哋嘅歡歡歌。非常歡喜哈！所有好朋友都我哋現場，今晡日又要看到我哋今晡日主辦單位女僕鄉所有嘅單位，所有準備很多人來參與我哋第60屆六隊運動會，在此本女僕鄉招三鼓勵。好，再拜歡迎我哋現場所有嘅中國貴賓哈，韓國所有嘅鄉親朋友，我哋現場所有嘅中國貴賓、韓國鄉親朋友，我哋係咪係用熱情嘅掌聲來歡迎我哋杭州演奏、朱永泰演奏來到我哋第60屆六隊運動會嘅現場。歡迎演奏來到現場。好了，現場來賓。齊喊演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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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再把熱情掌聲歡迎我哋杭州演奏、朱永泰演奏來到我哋嘅六隊運動會。歡迎演奏，非常歡喜啊！哈，看到我哋咧朱永泰演奏同我哋咧朱春明演奏。以及我哋六隊要迷走彩體優質的小腳真美好招三鼓勵，非常歡喜，好簡單，今日朱永泰院長親自到我哋現場。哇！真係鬼歡喜哈！歡迎我哋杭州演奏來到我哋現場。
吼，今日玫瑰欢喜有按到嘅总冠贵宾吼，抢下来参加俺哋2025第60届六队运动会开幕典礼嘅现场。接下来呢，就会来同大家小结一下总冠贵宾了，并且小结到嘅总冠贵宾做得好起来，同大家打一下招呼。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与会长官贵宾，也请介绍到的长官贵宾可以起身跟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朋友挥手致意。首先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哋行政院院长周永泰院长。欢迎院长。欢迎我们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长。院长好，院长好。院长好。哎呀，继续来欢迎的系我哋客家 V&V 主任委员顾秀飞这边。欢迎。哎呀，接下来呢，我来欢迎的系我哋屏东县院长朱春米院长。欢迎屏东县大家长周春敏县长。院长好。好，接下来欢迎行政院李飞智发言人。欢迎行政院李慧芝发言人。欢迎。好，接下来小姐欢迎立法院许志谦立法委员。欢迎许志杰立法委员。好，继续呢，我来欢迎的系我哋立法院我哋嘅齐富奎立法委员。欢迎徐富奎立法委员。继续来欢迎的系我哋嘅立法委员。接下来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欢迎2025年第60届六队运动会主办乡二浦乡总天镇乡长。接下来有请乡长来支持，有请乡长。欢迎乡长来俾我哋支持。那么，敬爱的我们卓荣泰院长，还有我们周春敏县长、古秀辉我们主委，以及现场的各位贵宾，现场所有的乡亲长辈，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六队选民睇下你也开土地大拼精神，也睇下展现我哋六队文化传承客家的精神。今日我哋睇下迎來六隊一甲子60年的運動會，也係我哋的歷史。你不用該用喺承辦今年60屆運動會，我哋睇下回顧過去承辦鄉公所嘅我哋的成就，也睇下展望客家未來的發展。60年的運動會。今年係以族群融合，係以榮耀客家為主題。所以我哋感謝六隊12鄉旗嘅鄉旗長，以及來自我哋全國客家鄉鎮長嘅支持。今年我哋啊特別邀請到我哋嘅大武山下的我們的原住民鄉鎮，因為既然是大武山下的小奧運，我們這些原鄉絕對不可以缺席，包括我們的霧台鄉，包括我們的三地門鄉，還有我們的馬家鄉、太武鄉、來義鄉等原鄉的好朋友們。那當然有原鄉，既然跟種族融合，我們也邀請了我們的閩南社區來參加我們今年的運動會。那麼我們這邊，這是一場體育的競技，更係一場我們族群間的交流與融合。我哋希望這樣的活動感受到無窮文化帶來的和諧與共榮。今年的賽事除了我哋頭擺嘅田徑錦賽、各類球賽，還有我們的客莊很多的遊戲，包括我們的趣味競賽、民俗競賽，嘛增加青島的競賽項目。希望2022年大家人共下來體驗我哋所有運動會帶來
爱人的经济，体验爱人的体验与乐趣。此外呢，我们亚拜还有都会我们的文创市集，有更多客家美食，包括我们的生命香气，包括我们的原民乡，都有我们的特色产业来共下来提下的非常来同家人分享。一位场合唔單止比賽帶來一豐富嘅體驗，也伴大家人體驗我哋客家多元文化嘅發展。特別要提到，今日嘅六隊運動會同以往無共樣，今日嘅六隊會睇我哋六隊300年紀念公園，第一我哋來歡迎我哋嘅先人。第一，我哋來發揚、來享受我哋客家嘅重要文化產業，也為意義更加為重大。我要感謝我們卓院長，也要感謝我們客委會，更要感謝我們縣長周春米周縣長的協助，使得我哋呢不用一直喺廿幾年。在軟體、硬體的方面都有很長足的進步。第二，感謝承辦今年的六隊運動會的盛事，我哋第二發揚客家人的精神同文化。未來我哋要保持對亞分文化、對家鄉的熱愛，我要積極面對各種的困難，各種的挑戰，勇敢地迎向未來的挑戰，傳承同創新，讓我們榮耀客家的精神，不僅在台灣，更走向更遠的世界同各地來分享。我們客家的精神永遠一定會留存下去。第一，只有我們天佑台灣，只有我們天佑客家，只有我們天佑六隊。馬地亞感謝所有鄉鎮、所有社團的支持與鼓勵，今日感謝大家。第一，祝願運動會圓滿成功。第二，祝願我們國勇從容。祝願各位我們貴賓。各位我哋兄弟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人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感謝大家，謝謝。多謝鍾天正鄉長嘅鼓勵還有祝福，有請鄉長轉到 VA。欢迎我们屏东县县长朱春米县长来到我们条线支持，掌声欢迎县长！欢迎县长好！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我们六队运动会第60届大会主席内埔乡乡长钟庆正乡长，客委会古秀飞主委，行政院李惠芝发言人。还有许志杰委员、许富奎委员，还有高雄市政府、台南市政府的客务处的主委，还有所有来自全国的贵宾，还有来自全国客家乡镇、原民乡镇所有的选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屏東有春又有米，我係西妹。
种祖春米，分享大家六队运动会中下来了，中下来了，谢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迎所有来自全国各地乡镇的好手来到我们内埔，这是我们的6堆纪念公园。那也很开心，我们行政院的大家长卓荣泰院长从今天中午就抵达屏东，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我们的6堆运动会素有大武山下的小奥运，院长，大武山下就在你的前面，真的是太名副其实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大武山下来竞技、来比赛、来交流，都祝福大家有非常好的成绩。那内埔乡非常的荣幸，今年能够成为第60届的6堆运动会的主办单位，60周年就是一甲子哦。非常的不简单。那我们刚刚也陪同院长见证了我们很多6堆乡亲、客家乡亲在不同领域的非常杰出的表现。那今天我们所属的6堆，我们所在的这个6堆纪念公园，跟我们以往不一样的，不在学校的大操场，不在运动场，我们是在纪念公园。但是这个纪念公园已经成为我们屏东县很多的客家乡亲，我们在这边去年文化部的支持之下，我们一起欣赏了超炫《白蛇传》。在一个晚上，我们挤进了5万人来到内埔6堆的纪念公园，欣赏超炫《白蛇传》。也谢谢客委会的支持，我们在去年的年底也在这边办起了客家的音乐节。在这边要谢谢院长、谢谢古秀飞主委的支持，让我们屏东后续有客家图书馆的新建，还有客家青年创业中心的一个新建。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知道说，这个客家的精神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佩的，不仅是应景，不仅是勤俭耐劳，还有呢这个勤耕与读，所有的能量，就是我们所有的客家乡亲一起打拼的一起打拼吧。三忙大兵，三忙大兵，对，等一下在院长会讲了哈。好，总之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屏东县，然后来参加我们的6堆运动会，祝福大家在美丽的大武山下，在我们屏东热情的天气里，大家共创佳绩，有一个美好非凡的回忆。多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多谢朱春米院长的鼓励还有祝福，有请院长转到 V 的。三下来呢，纵赏分享客家委员会顾秀飞主委为爱人支持，分享主委，送上分享顾主委。今日行政院周院长，今晡日呢，太会的主席钟乡长、朱院长。还有2位立委、齐立委，还有徐立委哈，还有在座各位来自全6堆地区，还有全台湾地区的乡镇长，我们本会的委员，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感谢钟院长主办160周年的运动会，3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来到一块土地，用一年最繁忙、最辛苦的一个精神，将我们的土地建立起来，建立为6堆我们的家园。一块土地，咱们难得对北，一下对甲县、闽农，一直到南边的左堆、新北、嘉东。使得我们所有的居民可做得起来落地生根，
也是俺们六队团结的结果。也六队也两只师都进，虽然讲历史的变化无战争，但是俺们还是集中啊提啊，用最团结的精神提啊提啊嘞，也精神是嘛的，就是六队运动会。六队运动会对日本时代开始办到更加，虽然中间有团，但是我感谢是俺们提各乡镇区、提俺们高雄跟屏东两个县，还有行政院的支持底下复办的，复办到近60年的，该难得，也有是嘛的，也有是一个合作团结的精神。故所以，俺们六队代表的该难得的是一个团结合作，体现下台湾安尼的政治环境、安尼的局势、国际局势底下，台湾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团结。俺们六队正是一个团结，本外界看到最好的一个表现。身为一个六队的肢体、六队的模样，我感觉真骄傲。提下来，提下来，代表也行政学委会以外，我特别感谢历届以来3万位也客家代表的学委会历届主委、行政院的院长、总统等等，来为也客家所拼出来的路。接下来，唔但将60届，未来60届也同样。把俺的世世代代要剩下来，也要团结合作。希望俺们今日开始，也要唔但将开始剩下来的精神，未来也系要传下去。也是俺们的任务跟经验。恭祝今日60届运动会做得圆满顺利成功，也祝福大家做得健康平安。感谢大家，也感谢所有来参与的各位好嘅各界朋友贵宾。感谢大家，感谢。多谢，再来感谢我哋嘅顾主委。好，接下來請大家用熱情嘅掌聲歡迎行政院祝永泰院長為我們致辭。掌聲歡迎行政院卓榮泰院長為我們致辭。第60屆六堆运动会大会主席内埔乡钟庆镇乡长，以及我们屏东县周县长、六堆12行政区的各位乡长、区长、各位地方的议员，还有我们国军少将指挥官、会委会古秀飞主委、立法院许志杰、徐富奎2位委员，以及各位我们县府团队、市府的团队，在场各位运动员、各位家属、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我知道六堆运动会逢6都是盛事，今天第60届，我能够代表总统来这里向大家致意，这是我今天最有意义的一场活动，谢谢大家。尤其进到会场之前，已经先向我们历代忠勇公来上香致意，再一次让我学习到我们客家忠义的精神。我常常用这样来要求我自己：忠于国家，义于人民。我再继续就利用今天，透过各位乡亲在这里，再一次向我们客家精神再一次的学习，我们一起忠于国家，义于人民。好。另外，刚刚在进来之后，让我有机会跟我们很多的客家的乡亲，从历代各界参与国际重要体育赛事的运动选手们，资深到中青代都有。有从棒球、田径、拳击、自行车、10项运动等等，很多都出自于我们六堆的乡亲父老。
我想他们从历代在国际竞技体育场上为国家争取的荣誉，再到现在为国家培植下一代的付出，我们充满了感谢。政府只能从一个地方来回馈给大家，就是我们经过总统的指示跟立法院的合作，今年属于国家全新的运动部，我们可以挂牌成立了。耶！我们用这个感谢刚刚我所看到的这么多位资深的国家运动员，我再拜托大家用我们热情的掌声，再向他们表示一次最高的敬意。六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名词，它代表着一个族群自我保卫家园，也是族群融合最好的写照。早期我们在高屏溪流域，很多的客家的乡长来到这里，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也为了抵抗外来的种种的事端，我们自己从民防团练开始，因此我们造就了我们内部的各种的联系跟团结。所以六堆12区的聚落，从交流以及到运动赛事，尤其在比较和平和谐的时代，我们把它转换成运动的交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六堆运动会也是国内少数的运动会当中，能够让专业的选手、一般的民众，还有很多的儿童小朋友都能够来参加的。从1948年2月22日，我们在屏东竹田国小的第1届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整整经过了60几年，中间纵然有中断，但今天是第60届，更是我们扩大举行的一届。今年参与的人数已经从去年的6000余人增加到8000余人。这么庞大、这么盛大的一个运动赛事，在国内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六堆由中先锋以及左右前后来组成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共同情感的联系跟防卫的联系。也很谢谢我们所有12个行政区域的乡长、区长们，平时忙于乡务，但是在横向的联系上，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平台，这是我们共同珍惜的平台。尤其是在今天的运动场上，我们传统的强项，田径、棒垒球以及排球等等，都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培育下一代，向全国争取好成绩，甚至让全世界拿到好成绩的写照。刚刚还看到我们12强棒赛的全世界的冠军，我们的陈威成跟张宇正2位，从第1棒到第9棒都是我们的乡亲，对不对？大家感到非常的骄傲。而且今天在这个会场上，我们不仅有这个体育的竞赛，有民俗的体育，我们更有客庄的游戏，还有农特产品的市集，甚至我们还可以发展后堆历史遗迹的轻旅行。我再次表示非常的敬佩，我们县政府能够将这块漂亮的地方，从过去到现在整顿成这样一个纪念公园，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乡民朋友们有一个好的休闲的场所。政府对于客家文化的推动跟保持，从来都是用尽了全力。今年我们也用尽了11.8亿来扩大客庄创生环境的营造，以及打造22处的生活交流中心。我们希望把客语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也希望客家的艺文能够持续的发展。尤其针对我们六堆地区，我们有23亿的预算，针对168项的计划，包括客家的文化资产、纪念场域、聚落景观、自然景观以及图书馆等等。我们用23亿168项的计划来协助地方保存客家的文化，融入我们共同的生活。因此，在运动之外，我们更有国家文化的软实力。
希望能够真正的带动运动风气，也带动国家文化的生根。再一次谢谢县政府，谢谢钟乡长举办这样一个盛大的运动赛事，再一次向整个台湾，也向全世界说：客乡中勇，台湾雄勇。谢谢大家，祝运动比赛顺利圆满成功。谢谢，再来掌声，俺们会抢俺们院长刘部，请我们的院长刘部。好，接下来有请院长为俺们来颁奖，同时也请太会主席来接受象征60届一甲子的精神锦旗。好，俺们会有请俺们的院长、韩国乡长向下来看俺们头前的奖条。耶！掌声提来宾。哇，再来一起掌声。好，我们的媒体朋友都 OK 吗？如果需要再捕捉的，请帮我们挥挥手，都可以的哈。再摆感谢，谢谢。好，再抢俺们的院长，好抢刘部，请院长请留步。好，接下来呢，我来颁发优秀选手的表扬，首先欢迎郭立阳，来自校队女仆乡，佢嘅专业项目係金属溜冰，而韩國係2024年世界錦標賽第2名，歡迎郭立陽，郭立陽。謝謝。好，那接下來呢，我哋歡迎嘅係潘一友，亦係來自校隊女僕鄉，專業項目係排球，得到113年第60屆紐賽紀錄比第3名。恭喜！接下來去代表我哋校隊女僕鄉嘅潘松義，佢嘅專項係排球。伊得到113年第60屆優勝紀錄比第3名。恭喜！看有錢哦，來看前面鏡頭。好，好，接下來歡迎王正奇，來自前隊長子鄉，伊嘅專業項目係田徑唱足歌跳，韓國今年係113年度泰準田徑公開賽嘅第1名大頭名。哦，大頭名哦，唔簡單哦。好，來看頭前嘅鏡頭。好，謝謝。接下來我哋歡迎嘅係總評獎，亦係來自前隊從子鄉，專業項目係田徑唱足歌跳。韓國呢，亦有得到113年全國總定好高運動比唱足歌跳第1名大頭名。大頭名哦。耶！好，謝謝。接下來係我嘅代表前隊領導鄉嘅陳永平，伊嘅專項係原名，伊得到113年屏東亞運國小男童雙打第1名大頭名哦。恭喜！好，接下來等下會搶人所有嘅選手去到啲度。好，我們邀請所有選手來到我們的中間靠攏，一起來合影。好，院長請留步，和我們所有6位優秀的選手一同合影。好，向下來翕相。向下來同我哋演唱翕相，來看頭前嘅鏡頭。我哋現場嘅朋友再擺給我哋嘅優秀選手一個掌聲。掌聲鼓勵。一個讚。好，做得好，好，感謝，謝謝。好，接下來用搶院長留步。好，我們邀請院長留步。好，接下來呢，我哋頒發嘅係優秀教練表揚。首先呢，我哋歡迎嘅係陳定峰，伊係來自前隊領導鄉，專業項目係原始名球，伊係2014年分過東亞尼波比嘅強盛年，匯聚原始名球錦標賽嘅國家代表隊嘅教練。好，接下來會代表我哋校隊女僕鄉嘅曾永安，伊嘅專項項目係排球，伊係2024世界U17排球錦標賽執行教練，
伊个学生又得到2024世界 U17 排球锦标赛第3名。好，三下的小姐是蔡真妍，来自先锋队万万乡，伊个专业项目是金属溜冰。指导学生得到113年第3次世界第4场比全国溜冰锦标赛甲组决赛3年儿童嘅好成绩，恭喜！最好嘅成绩咯。好，有请3位选手去到地图，我们请3位教练往中间合影，谢谢。来，有请一头来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镜头。哦，恭喜教练，恭喜教练。恭喜。好，再拜感谢，谢谢。好，最后呢，我哋会来颁发嘅系优秀团队嘅表扬，欢迎米府高中强棒队专业项目棒球，因哋来自校队女扑球，来欢迎我哋嘅学生代表受奖柯建哲以及陈耿佑总教练，欢迎。恭喜。好，欢迎。好，因哋呢又得到114红眼兔高中棒球联赛全国第5名哦。我们请选手留步，接下来有请熊总向前来到舞台当好，同时你三下来有请所有嘅贵宾来到头前，然后得奖者向下来翕相。我们请第一排长官一同来向前到舞台中央，一起来合影留念。来，我们邀请第一排长官贵宾，还有我们的院长，一同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镜头。来，我们 Q 哈比个6对个6，比个6，6大胜。6对，欢迎大家来6对运动比。好，再比一个赞，比一个赞，给所有的选手一个赞。哎，各位好，好，来，我们的媒体朋友，昨天我们的媒体朋友，画面 OK 吗？都可以哈。好，再为热情掌声，感谢。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长莅临。好，再为热情掌声，感谢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周永泰院长来参加我们2025第60届6对运动会。多谢院长，我们都先从自头。感谢我们的院长，多谢。谢谢院长，谢谢。有院长的支持，今年60届运动会听筹会顺顺利利。我们听筹会圆满顺利。好，三下来呢，我来分享来自美国科技大学研制中心马纳尼街舞团演出太武山歌舞琴。马纳尼街舞团意思就是勇士之族，象征束缚含个勇敢向前行嘅前瞻队嘅成就。今本日我哋嘅成员呢，来自16个无穷用嘅出拳，展现出嚟文化嘅多样性。三下来呢，向下来唱一条歌嘅名嘅曲用，一起相聚，回顾一份新疆，韩国感受传统嘅魅力，向下来庆祝一日特别嘅时节，向下来跳舞，来请现场嘅所有壮观贵宾，还有乡亲朋友，向下掌声欢迎佢哋，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
多请因呢带来按精彩的表演，马萨鲁，谢谢。好，稍后呢有请总乡长。飞起入场，一摆太妃去夫妻树，还有美国科技太空二对学生的来弹音。好，感谢俺哋由美国科技太空嘅乐队来进行飞行入场。冲国歌，全体少年抢团摸。向台风贵宾面向右手边，冲国歌，请台上贵宾面向右方，台下的选手们请面向左方，唱国歌。冲国歌。神飞起，请大家继续面向升旗台。神飞起。
比，全体抢副比，抢俺的推红的总管贵宾，好，这里手手都掐，请父帽，谢谢。同时每抢主席手位，裁判显示，显示代表总之球裁判抢球显示 V。总之潮类似后队女仆乡，一直以来三万推广运动教育同客家文化，还是日先过台湾客家名人了，也下提担任屏东县女仆乡排球推广协会的理事长，对排球运动一直都归有热情，未系推动女仆乡体育发展的重要角色。显示代表抢显示。为了亚办运动会的顺利进行，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绝对服从裁判长的指挥，严格遵守裁判纪律，践行体育职业道德，履行裁判职务，尊重客观，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公平裁判，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把关，准确评判，为114年第60届6队运动会提供优质服务，并作出最大的贡献。显示代表总之潮竟是114年3月1号。什么都掐。钟声鼓励。运动员显示，显示代表王清选手抢出列，宣誓代表王静选手请出列。田江选手王清的田江项目，在本届刚结束的屏东县及公告联合运动会灌篮篮球项目打头名，最佳成绩12公尺77。国小毕业过后，因为女仆各种体育班学术对古道来的经营方式，故所就来先ထုတ်女中充分展现本届赛事强调6队客家融入文化的精神。抢显示，请宣誓。宣誓，我们为了倡导全民运动，增进身心健康，锻炼强健体魄，本着运动乐活之精神，怀着兴奋快乐的心情，参加114年第60届6队运动会，愿遵守大会各项竞赛规程，并服从裁判之判决。宣誓代表王静警示，中华民国114年3月1日。多谢。钟声鼓励。点圣火仪式，有请6位圣火代表出列秋子天会的，为俺们点胜利希望之火。今年2015年第60届6队运动会，我们有请的6位优秀选手来点圣火，代表60届，未代表66太顺。同时，每位祝福6队运动会圆满顺利。好，接下来有请乡长同诸位抢下了圣火，交本体育帮选手各立用总评奖。有请。钟声鼓励。好，也下提醒下我们嘅点圣火仪式。也向现场所有乡亲朋友掌声鼓励。掌声鼓励。透过我们嘅6队运动会后，就做得看到我们客家人团结合作嘅精神，向下来发扬我们嘅6队文化。好，接下来有请第一棒选手同圣火爱传本第2棒嘅选手了。有请我们第1棒圣火选手准备来交接我们第2棒圣火了，请出发。好，第2棒选手的第1呀，吹你的扁笋，接下来将第1棒的圣火交给第2棒选手。好，大家来宾，我们嘅选手加油！
从第2棒嘅胜负交换第3棒，咪就是张玉凡、陈祥伟、张玉凡、陈祥伟。好，跳过呢，今日嘅点胜负嘅20号，每位来祝福我哋嘅六队运动会，我哋2年嘅活动圆满顺利。同时，今日嘅6位优秀选手好，会系代表我哋嘅第60届66太顺。好，我哋全胜負嘅選手咧，來到勝負台咧，等下咧就由第3棒嘅選手準備來點勝負，到勝負台當空。好，到勝負台咧，搶點勝負。请点胜负。好，同大家压缩一下，挥挥手，我们也给我们的优秀选手重赏一下。好，向下倒順3秒，向下來，3、2、1。搶點勝負。現場嘅朋友，我哋準備熱情嘅掌聲。祝福2015第60屆6隊運動會順利圓滿。哇！今年這件快快意2015第60屆6隊運動會開幕典禮圓滿成功。